Hello 卓維，聖誕老人嚟咗啊！多謝你嘅笑容同善良，成日都搞到大家好開心。你繼續咁活潑、咁乖、咁鍾意笑啦。另外，要改下壞習慣啦，反白眼真係唔好，會俾人覺得你唔友善、唔開心，甚至唔尊重人。尤其小學面試嗰陣，考官一睇就覺得你唔夠積極。仲有食少啲糖啦，否則蛀牙就麻煩了。笑起上嚟唔靚仔啊！你嚟緊上小學面試班，就要俾心機上堂啊！有自信先升到好學校。老師話你英文讀寫進度 OK， 多玩字卡遊戲就得。記住夜晚早啲瞓覺。聖誕禮物我偷偷放喺床尾，聽日瞓醒就有驚喜。聖誕快樂啊維維！